各位同學，呢段影片會介紹電線夾安裝注意事項。如果個配件有電線皮，例如電池盒，我哋先要移開呢啲電線皮，只要我哋輕輕一拉就可以移開。呢個係電線夾，首先按住電線夾，然後將線放入呢個線頭嘅上面。電線夾有兩邊，同學只需要按住你想夾線嗰邊。即係而家我夾咗呢條線，頭先我係按住呢度嘅。我再示範一次。另外要注意正負極不可折返，紅色線係正極，黑色線係負極。同學需要注意夾到線皮，即係呢啲就會不導電。而家我哋夾埋另外一邊。然後就完成太陽能板同埋太陽能智能充電電路板嘅拼接。